欢迎收看客家名录好演，我是今日主持人李佳。哇，今日呢，又有动精彩的课程要教大家哦。今日主题是嘛个呢？我相信呀，主题大家听出非常中意，就是出戏了。冇唔错，一出戏了，你会想到嘛个呢？像出戏了啊，是我自家当中意嘅事情。但是呢，也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麻煩嘅規定，但是大家呢，還係愛好好來防疫咯。不過也係呢，規定不用上呢，大家呢就做得出國旅行咧。像我自家啊，係講不用長假嘅時間，我就會去出國了，來看長長嘅風景。但是人嘅台灣沒有當多素材做得來去了哦。故說今日呢，你呀出戲了嘅主題，等一下會利用街坊訪問嘅方式來老大家共下來分享當多客家話，對呀第八度呢來學習當多無相樣嘅客語詞彙。故說今日你會學習5部分，像係有出戲了嘅地點。韓講老馬啥出去了嘅時間，因為坐乜嘅交通工具呢？韓講出去了嘅地點，係樣板來選擇嘅。韓講呢出去了嘅原因，就為老大家共下來小計哦。利用今本日嘅課程，啲生活嘅情景當中，共下來學習也出去了嘅主題。大家係講用到按樣嘅情景嘅時節，就做得用客語進行對話咯。故說一下，就共下來看外景貼拍嘢，老人呢個一下大家最想愛去哪一隻素材，一下就共下來出發了，Go！